你甲庆祥阿某做伙住？免厝税，搁2房1厅。你住伫遮，毋若是厝骹，管理处的工课你嘛爱做。你真正是放我耍啦！后抓拍小白球，会记得我招哈。教授，你无信你的方便，你这阵啊，敢是有啥物新的计划？时机还未到，到时阵你会支持我吼？安怎甲你讲都讲袂出声啦？敢若咱2个人拢食袂饱呢？你莫搁啉啊啦！我伫我的厝内啉烧酒，是管你啥物代啊？要入去啊！你在创啊？风声愈传愈合。歹势，阮无要接受采访。我爱甲你切尻川，无应甲变过。好演技的代志，我袂当点点点。无论休息就别甲员工死。那安尼咱甲伫外港有啥相差？伊敢有考虑？伊摆的是幸福的名声。